天嘅宜蘭天氣雖然沒有颱風太熱，唔過啲農業損失一方面係卡冇乜嘅嚴重，初步按算大約啲以上邊呢。行業染產鄉前3寸嘅白日染，個人主人當度嘅冇限業，體內紅本風菜打好類嘅果子。這擺紅菜敢有影響？稍微一點點啦，不會說影響很大啦。咁誒，水果敢咪甜度會變化，還是安怎？當然是有差，因為水分嘅問題吼，伊水分若較濟時，伊就當然是會較無甜。本單從8月份起時，係染產鄉提產風信白日提出嘅細節。不過連3年都拄到風采，農民24號頭談講，天公保佑當好作農基調。阮這攏看天食飯，真正天若咁狀態，阮就損失足嚴重，像舊年吼，差不多80%攏比80%個較厲害，差不多90%攏害去。今年是較無遐嚴重，安尼今年是差不多20%阮有要個算起來還好啦。這次的颱風哈，講起來對宜蘭縣來講是非常的幸運，大概損失都在1成左右哈。我們到今天早上的估計，大概損失只有900多萬，不是很嚴重。無啦，其大類嘅強風含有安泰嘅熱量，在全台灣各地都傳出了嚴重嘅農損，仲係中南部地區就估計超過了8000萬元。受到風采直接類嘅宜蘭，相對係農損情況較世界。染產鄉農會8日晚上會推出嘅風信白日節，也做得順利嚟舉行。本拄到風采就小片度嘅等嘅農民，總算係下輕鬆到嘅咧。客家新聞潘建祿、汪小琪特別報道。